香港、澳門同埋廣東省，我哋雖然係好近，但係我哋有唔同嘅法律制度，有唔同嘅法律文化。我會好好咁學習澳門、廣東省以及內地其他嘅制度，懷住謙卑嘅心去同佢哋交流。我會覺得我哋香港同澳門同埋廣東省係一個互補嘅關係，希望大家可以為國家做得更加好。我亦都希望通過大灣區調解員嘅經驗，可以分享俾我嘅學生，知道佢哋嘅未來，或者除咗讀法律成為呢個香港律師、大灣區律師之外呢，亦都可以呢去大灣區成為呢個大灣區調解員嘅服務。